Yaw-yaway tu sa kadam-daman na makadina na sulibat. Saka tu sa kadam-daman haruta supuy na kaino at samas imazay to irimia a sulatan. Imazay to tapuruka to tiro kayan imazay to itakaran pajudu sapuruka to pityo karan. irimi书13章1节到27节。腰带的比喻，上主这样吩咐我，去买一条麻纱腰带束腰，但不要把它浸在水里。于是我买了一条腰带束上。上主又告诉我，你到幼发拉底河去，把你所束的腰带藏在石洞里。我就遵从上主的命令，到幼发拉底河去，把腰带藏在那里。过些时候，上主吩咐我，你到幼发拉底河去拿那条腰带。我就回到那里，找到藏腰带的地方。我发现腰带已经破烂不堪，再也不能用了。接着上主再向我说话，他说，我要照样破坏犹大和耶路撒冷所夸耀的辉煌成就。这帮邪恶的人民不肯听从我的命令，他们仍旧顽固邪恶，膜拜服侍别的神明，因此他们要像这条腰带再也没有用处。本来我要所有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紧贴住我，正像腰带贴在人身上。我要他们做我的子民，好让我的圣名受称颂、受尊重。但是他们不听从我。酒缸的比喻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对我说，耶利米啊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，把每一个酒缸都盛满酒。他们要回答，我们知道每一个酒缸要盛满酒。你再告诉他们，我上主要用酒灌醉这地方所有的居民，大卫王朝的君王、祭司、先知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要喝醉了酒。我要粉碎他们，使他们不论老少彼此冲突，好像酒缸相碰撞一样。我却不怜悯他们，不爱惜他们，也不同情他们，我一定要灭绝他们。耶利米警告狂傲的行为，以色列人啊，上主已经这样宣布了，你们要谦卑，留心听他的话。在黑暗没有来临，没有在幽暗的深山绊倒以前，你们要荣耀上主你们的上帝。在他还没把你们所期待的光明转变为黑暗以前，你们要荣耀上主你们的上帝。要是你们不听，我要因你们的狂傲暗自哭泣，我要痛哭流泪，因为上主的子民被掳走了。上主对我说，去告诉王和太后，叫他们从宝座上下来，因为他们头上华丽的冠冕已经掉落了。犹大南部的各城镇被敌人围困着，没有人能替你们解围。犹大的人民全部都被掳走了。耶路撒冷啊，看吧，敌人从北方来了，托你看顾，你所夸耀的人民在哪里呢？你一向认为是盟友的，进来征服你，统治你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你要像产妇阵痛一样痛苦。如果
你想知道你为什么遭遇这灾难？为什么衣服被撕破、被强暴？这是你可恶的罪招来的。黑皮肤的人能改变他的肤色吗？花豹能除掉他的斑点吗？如果能，你这惯做坏事的人也会行善了。因此上主要赶走你，好像旷野的风吹走麦子。他说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他决定这样对付你，因为你忘记了他，去投靠假神。上主要亲自剥光你的衣服，羞辱你。他看见你做他所憎恨的事，他看见你在山上和田间跟踪异教的神明，像荒淫无耻的女人追逐情人。耶路撒冷啊，你们惨了！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能自解呢？哀求开暖什么？Satu cu asin na apuro kai mazaito atapuru katuita karan。本来我要所有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紧贴住我，正像腰带贴在人身上。我要他们做我的子民，好让我的圣名受称颂、受尊重。但是他们不听从我。耶利米书13章11节。读出个点点班，阿西利布巴达湾，上主的腰带。巴尔德勒诺达卡马切马斯。先知传达上主的话语时，不一定都透过话语表达，有时会用类似行为艺术的象征行动，一方面吸引人的注意，另一方面则强调上主所要传达的信息，意图使人印象深刻，带来深刻反思。例如，上主曾吩咐先知以西结取一块砖，将耶路撒冷画在其上，然后摧毁，象征耶路撒冷的下场。上主并吩咐他要向左右各侧卧390天、40天，分别代表承担以色列家、犹大家的罪孽。在他侧卧时，更要用人粪烤饼吃，象征人民被驱逐到外国时要吃法律禁止的不洁净之物。但以西结说，他未曾吃不洁之物，上主允许他改用牛粪。此外，上主又吩咐以西结用刀剃头发和胡须，将之焚烧砍碎，阵风吹散，象征人民背离上主所导致的悲惨下场，毁灭与离散。在本段经文中，上主以类似的方式吩咐耶利米将腰带放在河边的石洞。过一段时间，当耶利米取回腰带，居然已经破烂不堪。这象征犹大人和上主的关系。曾经像腰带一般与主人紧密相连，但如今因着人民的悖逆，这份关系已经破坏了。此外，上主也吩咐耶利米去通知犹大人，将酒缸盛满酒，象征上主要使人民如喝醉酒一般彼此冲突，如酒缸互相碰撞。腰带虽然是极平常的生活用品，但在先知的象征行动中，其作用颇值得深思。根据旧约学者布鲁格曼的诠释，腰带在古代近东地区主要是男性穿戴的配件，
常被视为尊荣的象征，因此它常耀眼地被系在衣服之外，而非隐藏起来。此外，腰带也具有依存性，必须常绕在物体上才能产生功能，无法单独为之。综合上述，进一步说明，以色列人就像被单独弃置而变得破烂的腰带，即使他们曾因着依靠上主得着尊荣，但他们因为离弃上主，敬拜偶像而终将腐败，以致毫无用处。德雷莎修女曾说：“我是她手中的一支小铅笔，如此而已。铅笔本身没有什么作为，铅笔只是被拿来用而已。”如同以色列人是用上主的腰带，每个基督徒也是上主的器皿，必须依靠上主，与他连结，才能发挥应有功用，在生活中产生影响力，成为众人的祝福。就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说：“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必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”愿我们都能成为上主身上的腰带，紧紧的与他同行，一刻也不分离。Sinaya tuswa kadaman-daman sini papupichur sini padlaray tianutin lada pinaana saja pasusuin. Sa tutu sini pakinumanamatianutin， 以眼前的生命光景而言，若我是上主的腰带，我是被挂在腰上，还是被弃置在原穴中？Sini tuswa kadaman-daman aurja gigalui na kinamnam latina na gamalua kinamnam ekana pasamarau kainuli， 使人得尊荣的上主，愿我成为你的腰带，紧紧依附你，与你同行，好让我能活出原初被造的目的与意义。奉主名求，阿们。Mali tutswa kajam-jaman namakati na misasilang kilaray tua kainwa cemas sana natapi na susu saja kilaroin asini pada dekat tutswa kajam-jaman ori make aja sika pupicur sika mangwa sika laide tutswa jakama cemas ayakana pasamarau saka mali lajinana suliva tutswa jakini adavan taja pingan